台灣燈會今年辦2加2，下暗就要閉幕啊！這2天是有真濟民眾把握機會去看燈會接駁車，雖然已經有發加班車，人真是有緣小偷袂去。有民眾是想講改坐客停車，說是當着運將漲關價。相關單位是講運將的這款行為已經違法，民眾會當收集證據來申訴。舞台區人會人，台灣燈會上尾一個禮拜，真濟人趁上尾機會來看燈看表演。美食區也達攏生意真好。台灣燈會今年佇嘉義縣政府頭前的廣場辦13天的燈期上尾天，除了精彩表演吸引民眾，台灣館也有主題燈區攏人會人，有約攏滿啊，排隊至少要排30分鐘。看到那一種台灣的感覺啊，那種什麼玉山啊、嘉明湖啊，真的很有感覺啊！我覺得這一次哈，那雖然排2個小時啊，我覺得非常有價值。走去馬里歐那邊，也是壓滿出來，我也是擠不進去，要拍照都很難。光要跟那個什麼馬里歐這樣子拍照，就要排了200分鐘以上了。人多就驚講會發生危險。嘉義縣長王章良14暗佇社群媒體希望民眾分流，也未出門的禮拜才去。雖然縣府的接駁車要交回班次疏運，但過攏要排真久。若想要坐計程車，煞拄着用化價。本來去的時陣一台車200，轉來時陣煞變做一個人就要200。那一家伙4個人就要800塊，有人要規間行。差了200塊左右呀。看有他車無他車，無他車可能有他少。咩車票買哦？在你迄一個囝，伊遐關2-3點鐘。哦，有意思，他車就對啊。燈會離高鐵站差不多3公里，若用行至少要50分鐘以上。有一寡計程車運將趁機會用化價，無用跳表收。不過安尼已經違反公路法加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，坐車民眾會當收集證據申訴。記者綜合報道。